带老挝媳妇第一次吃海南炭火烤甘蔗。掉了。今天我要带你去品尝一款海南的特色小吃，是那种冷门、隐藏冷到爆的那一种。想要吃这个小吃啊，有时候你专门过来找它不一定找得到。这个就是海南的炭火烤甘蔗。想吃这个，不仅要看天气，有时候还要看大叔的心情。东东，吃过没有？เคยกิน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เคยกินอันนี้好。要一条，你要哪？这条。不要怎么不进去豆腐来的？多少钱？那传汉，那个5块。这个5块。要斩吗？先打。像这个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到人在街头卖了。我去海口跑了这么多家，就第一次看到有这一家。这一家的话就在三门坡。这个甘蔗啊，要吃的必须要一切下来热热的，马上就站在街边吃。这才好吃，这才吃不好吃了。嗯。掉了。非常哇！大叔说跳了没事，掉了我可以收起来再帮你削一下。这个服务真到家。赶快试一下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真的没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แซ่บว่านๆพร้อมๆคือแบบน้ำอ้อยเขาเจ้าเคี่ยวเลยกับข้าวคลุก好吃。然后，能吃，我炸药。好香。还能吃出一股炭烧的味道。大哥说啊，想吃它这甘蔗，不仅要看天气，有时候还要看他心情。心情不好还不一定出来摆摊的。如果大家有来海南旅游的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，因为这个真的是海南非常冷门，而且隐藏式的特色小吃。OK， 买好甘蔗了。这个甘蔗啊，要吃一定要在路边吃，因为越烫越嚼越有劲，还有一股炭糖味。浓松。东东说，烤甘蔗还要配上双皮奶。这个我也要品尝一下，因为说是这个真的是运气不好还不一定能吃得上。太甜了，这个我牙齿都有点疼，但是还忍不住要吃一下。吃起来有一种童年的感觉，还有一股炭焦味，太爽了！尤其是这种天气凉凉的时候，吃上这个嘴巴里暖暖的、甜甜的，太舒服了。今天要感谢媳妇，要不是她说要过来这边买东西，还不一定能遇得上卖甘蔗的大叔呢。因为这个东西啊，你想吃它还不一定随时都买得到，它是冷门隐藏式的小吃，所以说来海南旅游的，我非常建议大家，如果能遇上，一定要买一节来品尝，而且也不贵，在我们这边就卖3到5块。今天这老挝媳妇太会享受了，不仅吃炭烧甘蔗，买蛋糕还要买香肠。你们先看，我们先吃，好吃吧 ？OK，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